好的，现在比赛重新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场上呢，我们的昭苏县代表队和特克斯县代表队已经开始比赛。现在我们的羊皮在我们的昭苏县代表队5号的骑手手中。好的成绩，我们刚才也是休息了一把，这回我们的体力、手臂的臂力都得跟上。相信我们的昭县代表队一定可以再获一票，加油！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小羊皮现在是在我们的草坪之上。好的，正在离我们的这个小羊皮最近的应该是我们的昭县代表队的8号骑手。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8号和3号来自昭苏县代表队的2位骑手，正在想方设法能够离我们的这个对方框能够近一点。好的，我们现在是昭苏县代表队，刚才差一点。好的，加油！帅气！这个动作太帅了，其实可以说是很简单、很快速的就把我们的羊投入了对方的框中。好的，现在我们的比拼。昭苏县代表队再获一票。现在我们场上的比拼是1比2，特克斯县代表队1分，昭苏县2分，加油！好，我们的比赛重新开始。现在我们的羊皮是在我们的特克斯县5号这个骑手的手中。旁边3号来自昭苏县代表队，现在我们的5号也是在想办法，看能不能将这个羊皮先交给我们的旁边队友。好，打圈儿。好的，现在两边是我们昭苏县代表队正在进行争夺。5号继续向前冲，其实离我们的框已经不远。好，5号已经托举起我们的小羊皮，哎，还是差一点哈，差一点，在我们的边缘上。好的，现在我们双方队伍重新拾起我们的小羊皮。好，现在拿下的是我们昭苏县代表队的5号骑手，正在冲向对方的框中。其实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刚才其实5号正在非常的激烈的冲刺当中，但是我们特克斯县代表队的2位骑手紧在旁后。好的，现在拿到的是我们的4号，但是有2位我们来自特克斯县的2位骑手。好的，现在我们的小羊皮到手的是我们的5号，5号骑手正在冲锋陷阵向前冲。其实就差不远，我们可以看到已经来到了这个对方的框，其实很有优势的，还差一点，其实就差一点，就在边缘上。好的，重新拾羊，我们重新再鼓作阵。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双方重新再次拾起我们的这个小羊皮，鞭打我们的小马匹，能够让他们再一次冲锋陷阵。现在双方正在交织当中。好的，我们现在昭苏县代表队的骑手换着我们的这个小羊皮换方向带入，这是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双方交织的动作哈。现在3号重新拾起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昭苏县代表队的手中重拾我们的小羊皮，正在冲入对方的这个框中。那是否会再一次能够稳中求进的把小羊皮带到对方的框中呢？拭目以待。
好，再一次打圈，走反方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旁边好的交给队友。现在拿起的是我们的特克斯线4号，就差一点，好嘞！再一次打平。现在是场上是我们特克斯县代表队和昭苏县代表队，现在的比分是2-2，以又一次打平。所以说，有的时候赛场的比赛似乎也是打成了友谊赛。好的，再一次将我们的小羊皮驶入我们的中心线。好的，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来自昭苏县代表队和特克斯县代表队的第一场 A 组 A1 和 A2的2个参赛队正在准备就绪。好的，重新拾起羊皮。昭苏县代表队6号旗手已经甩给我们的5号，5号正在冲锋陷阵，加油！好的，小羊皮不慎落入我们的这个草坪之上，重新拾起。现在双方抓着我们的这个羊腿，可以说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特克斯县和昭苏县的双方正在激烈的交织过程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来自昭苏县代表队的旗手，手中紧抓我们的小羊。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羊现在在我们的这个赛道当中。那么现在准备是由昭苏县6号的哈利波捡起地上的羊发起进攻。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来自昭苏县代表队的旗手，手中紧抓我们的小羊。好的，现在羊在4号的阿哈迪手上，4号的阿哈迪身穿绿色队服的特克斯县代表队对阵身穿蓝色队服的昭苏县代表队那么现在羊是在绿队的4号阿哈迪手上。是的，没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就差一点，我们的小羊现在也是。刚刚是战术性的将羊扔在地上，是想转给身后的队友，但是，被昭苏县的这个队员率先拾起。那么现在拿到羊的是6号的哈利波，昭苏县身穿蓝色队服的6号哈利波。好的，就差一点，完美。其实这是一个挂式的这个小羊的动作哈，真的这个动作可以说是相当的帅气了。我们再一次可以看到我们的大屏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我们的2-3，我们特克斯县代表队获得2分，昭苏县代表队现在是略胜一筹，获得3分。现在投进羊的是昭苏县身穿6号队服的哈利波。好的，现在我们重新拾起羊。刚刚是昭苏县投进1分所以说是现在是由身穿绿色队服的特克斯县代表队要捡起地上的羊发起进攻。
好的，2号的孔波拉提，2号的孔波拉提。2号的这个马匹虽然很小啊，但是它是有一个战术性的，有一个通过自己的这个使心走位啊，为自己这个找出很好的一个空间去组织这个进攻。是的，没错。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双方的交织过程当中还是一样，我们的小羊匹要决定在谁手中，那么也一定是考验我们的臂力的时候。地上，谁会率先捡起地上的羊呢？好的，7号的摩尔扎别克传给3号的耶尔兰。好的，那么现在羊是在4号的阿哈吉手上，4号的阿哈吉看看能不能完成得分。好的，刚刚是因为这个昭苏县队员啊拉手犯规。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羊匹还是双方非常激烈在去争夺过程当中。其实好的，2号孔波拉提。好的，其实刚才呢有一点点小插曲哈，现在我们的2号正在想方设法看能不能投入到这个框内，其实差一点，其实差一点哈，其实差一点。刚刚是我们这个下半场的比赛也来到了，一半，所以说这可能对于这个运动员的体力肯定是有所下降，所以说刚刚这个没能扔上去。所以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考验大家持之以恒的这种精神。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场上的2支队伍。还是在激烈的这个争夺我们的羊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我所说到的一样，这个叼羊运动是一个人马合一的一个运动啊，这个对于这个队员以及这个马匹的要求都很高。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2支队几乎是可以开始这个争夺过程当中已经非常的激烈了。我们的裁判长裁判员已经开始这个让其重新再次重新开始。好，刚才呢有一点小插曲哈，我们现场的这个裁判有一个叫停的环节，那么稍后将继续开始。其实我们的比赛已经来到这个中场，其实是一个稍微这个已经开始体力消耗的过程。那么越是这个时候呢，我相信大家能够再一次重新这个振发我们的士气能够再一次去在这个团队协作也好，或者是在我们的臂力上面的这个补充也好，我希望呢都能够是一个再一次挑战我们耐力的时候，加油！好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双方再一次拾起我们的小羊，现在拿到手的就是3号来自特克斯，特克斯再次甩给我们的2号骑手，2号骑手现在正在向前冲刺的过程当中。好的，2号的孔波拉提，2号的孔波拉提，哎呀，羊掉在了地上。好的，又是特克县队员率先捡起地上的羊。现在这时候，我们的昭苏县的5号能否捡起呢？好的，5号传给6号，帅气。好的，这个时候加油，把它稳住。好的，8号的埃克诺尔，又传给了4号的阿哈提，阿哈提看看能不能完成得分。目前我们可以看到4号左右甩，能够避开我们这个对方。其实这个
动作很简单，很帅气啊，非常快速的就把我们的羊投入了这个对方的框中。好的，现在得分的是身穿绿色队服的4号运动员阿哈提兑现。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场上的比分是3-3啊，又是一个打平的状态。对，大家又回到了统一的起跑线上。是的，所以说啊，昭苏和特克斯啊再一次打成了一种似乎是友谊赛。对对，就是比赛开始之前我就提到过，这是一场强对决的一场比赛。是的，就像我们今天在开幕式说到的，以赛会友，通过比赛去认识更多的朋友。好的，重新开始。现在拿上我们的小羊的是我们昭苏县代表队的旗手，正在冲向，是的，正在冲向我们的对方的这个框中。但是呢，我们特克斯县好大一个帅气的动作传给我们的3号，昭苏县代表队的3号旗手，加油，冲向对方的框中。好的，3号的努鲁别克，3号努鲁别克，看看能不能完成这次得分。哎呀，羊被这个2号的孔布拉提，哎呀，人掉在地上。好的，那么现在的羊在3号的叶兰，3号叶兰手上，身穿绿色队服的3号运动员叶兰。好的，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的3号旗手，他其实非常的，就差一点。其实刚才我们的前方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阻挡，但是呢，这个可能是在甩的过程当中，可能抛的过程当中啊，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臂力去把它扔到更高的一个段位过程当中，还是有点阻挡。对，刚刚是因为这个后面有2个昭苏县的队员，他对于这个压迫性很强啊，让这个人产生了一种这个着急的这种感觉。其实刚刚应该是会有很好的一个机会啊。是的，是的。好的，那么羊现在是在4号阿哈提手上，4号阿哈提，看看能不能完成得分啊！4号的阿哈提。真的，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场上的这个感觉啊，其实非常的激烈。双方现在就是个交织的过程当中，需要去抢夺马匹，但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好的，又是昭苏县的3号运动员诺尔勒别克，昭苏县代表队加油！再次冲入前方。好的，羊又是在3号的努鲁别克手上啊。加油！这时候真的很需要我们去协作团队过程当中。好的，其实我们离我们的框其实不远了，真的很不远了。好的，8号的艾特诺尔捡起羊，传给了2号的孔布拉提。现在特克斯县代表队再一次冲入对方的这个挂框当中。那么羊又掉在了地上啊，羊又掉在了地上。好的，那么捡起羊的是6号的别嘎勒。是的，没错。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特克斯县一个甩身动作，将我们的羊丢给4号。4号现在两方的4号在争夺。好的，4号转头想办法再次冲入对方的羊框，其实没有太大的阻碍。好的，看看能不能完成得分。哎呀，昭苏县这个防守做得很及时啊，防守做得很及时。昭苏加油！现在再一次来到了一个争夺的过程当中，大家是相争夺我们的这个羊。好，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是，两方已经将我们的这个羊已经开始在相互往各自的方向去拽。这个两方队员正在进行一个争夺战啊，可能是因为这个双方马匹的这个体力下降，运动员的这个体力下降啊，所以说是大家都这个争强在了一起。所以说为什么要看雕羊比赛？其实
也是我们的核心要素，就是我们这个争夺过程当中是非常的激烈，那么也是需要去消耗我们的大量的体力、耐力。好的，现在大家看到的应该是我们的下半场时间也结束了啊，我们的下半场的时间也结束了。是的，没错。我们现在场上的比分呢，已经来到了3-3，又是一个打平的状态。现在的时间是1点24分，我们双方已经是个打平的状态。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场 A 组 A1 和 A2 两组正在我们的赛道之上。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两组非常激烈角逐的比拼。好的，现在因为我们在常规时间内是打平啊，常规时间内是昭苏县代表队3-3特克县代表队啊，所以现在是双方各排出2名运动员打5分钟的这个加时赛啊，加时赛。Big Boss。 是的，没错，双方两队呢现在也是派出了自己的这个手和这个队友来到我们今天的赛场。那么大家拭目以待，到底是哪一方派出的旱冰强将能够拿下这次的胜利呢？是的，没错好的，比赛重新开始了。我们的这个加时赛啊，也是能够让双方能够得出一个胜负的过程当中，所以4位骑手加油，看好你们。那么在这个加时赛过程中，是谁先捡起地上羊呢，都会有这个有利的一个。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昭苏县代表队的骑手已经拾起我们的羊，冲锋陷阵。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昭苏县代表队的2号骑手，加油！加油，你是可以的！举起羊，这时候是考验我们臂力的时候，一定可以冲向对方的快。好的，2号的 Big Boss， 一个甩头，哎呀，就差一点，羊掉了啊，羊掉了。现在是6号，好的，又是2号，哎呀，可惜没能捡羊。其实就差一点，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再一次蓄积我们的体力。好的，那么现在率先从地上捡起羊的是6号的，好的，羊游在地上，4号的阿哈提，看看能不能完成得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4号来自特克斯县代表队的骑手，将我们的羊匹开始进行左右摇摆，但是就差一点，就差一点。好的，4号阿哈提，好的。在我们的5分钟的加时赛当中，特克斯县代表队在此次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获得1分。现在目前的场上比分就有略微的这个变化，现在是特克斯县代表队4分，昭苏县代表队3分。好的，比赛结束啊，比赛结束。那么恭喜特克县代表队以4-3的比分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是的，没错，我们今天第一场 A 组 A1 和 A2 两方代表队的比赛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刚才在一个加时赛过程当中，双方现在的这个场上的比分呢，就是我们的4-3。目前获胜一方为特克斯县代表队。好的，那么我们下午的第一场比赛是乌兹别克斯坦代表队对阵哈萨克斯坦代表队。下午的第2场比赛是中国新疆生产碱食兵团第4师可可达拉市76团代表队对阵中国新疆和田地区墨鱼县代表队。